夫妻感情好唔好咧？睇兩個距離就知㗎啦。第一個咧就係枕頭嘅距離，咁啊快啲翻屋企睇下咯喎。大多數感情唔好嘅夫妻咧，佢哋嘅枕頭都隔得好遠好遠嘅。頭咧係我哋人體最重要嘅器官嚟嘅，如果願意咧，頭挨住頭就等於對對方好信任、好有安全感，兩個人特別親密嘅。咁當然啦，有啲夫妻會因為小朋友啦，或者結婚耐咗啦，就會開始分床瞓。咁大部分分床瞓嘅夫妻咧，親密度真係會疏離好多嘅。第二咧就係行路嘅距離啦。男人行路嘅速度咧，通常都係比女人快㗎嘛。但係有研究表明啊，當一個男人真心在乎身邊嘅女人嗰陣咧，就會降低自己7%嘅步速去就返個伴侶嗱，並且佢會同伴侶咧係保持0.5米裏邊嘅親密距離嘅，即係話你哋去睇關係好嘅夫妻咧，一定都係肩並肩、手拖住手咁去行路嘅。所以你睇啱啱拍拖嗰啲情侶咧，通常都係會拖住行路㗎嘛，因為行路嗰陣咧，身體貼得越近咧，就表示佢哋係越親密。嗱，當然啦，如果你係想令你哋嘅關係變好咧，仲有一個方法。從心理學嘅角度嚟講咧，就係當你哋喺一齊嘅時候，空間距離一定要保持喺0.5米內，咁樣咧就可以令個感情係更加親密啲嘅。嗱，大家快啲試下咯喎！今日嘅分享係咁多先，邀請大家記得訂閱我嘅頻道，同埋幫手 like 我啲片啊！又或者大家有啲乜嘢嘅睇法，歡迎留言俾我。下一集見。